咁其實我當初入大學嘅時候咧，都俾咗一個幾確實嘅目標自己嘅，就係希望喺大學裏面學到最多嘅知識啊，同埋即係做好學生嘅一個本分去，咁就可以喺啲即係師兄姐嘅身上面又攞到啲即係學習嘅方法啦。另外就我諗我個人都比較主動啲嘅，咁就會即係主動去接觸啲教授啦。咁其實佢哋都好大部分都好樂意去即係同你去商討即係課堂嘅內容啦，甚至係即係幫你點樣去即係鞏固自己嘅知識啦。咁我認為即係呢一種主動係好緊要嘅，即係因為你必須要有一個你 identify 咗你個目標之後咧，就必須要有一個主動性去揾方法去 achieve 你嘅目標嘅。咁就首先一開始你 identify 咗個目標咧，其實你應該要揾啲嘢 mark 低落去，因為有時我哋嘅 memories 都唔係幾可靠嘅。咁啊最好咧就可能我嘅方法就譬如喺張紙仔嗰度寫低咗，咁跟住咪貼喺台頭咯。咁無論宿舍啊、屋企嘅台頭、床頭，咁你定期就會變咗好似有啲 cues 咁樣提醒自己啊。一個人去即係 achieve 自己嘅目標咧，其實唔容易嘅呢條路一定。咁所以咧，我哋係需要有同伴啦、同行者嘅。咁當然你可以喺你嘅學系裏面揾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啊，咁一齊可能為學科知識上面嘅追求有一個互相嘅鼓勵啦。